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資訊補給站，我係你哋嘅主持人亨利陳。你有冇諗過90%現代慢性病都係粒線體受損？原來只要修復粒線體，有機會逆轉你嘅慢性病。今日就介紹呢本陳俊旭博士所寫嘅《更新粒線體根治慢性病》。今次嘅核心話題就係細胞入邊嘅粒線體。陳俊旭博士喺台大畢業之後就去咗美國發展。攞到自然醫學博士執照，喺加州明明可以開藥，但係偏偏中意用天然方法幫病人逆轉病情。今次真係徹底顛覆咗我對慢性病、癌症甚至精神疾病嘅睇法。講到粒線體，好多人可能聽都未聽過，其實佢就係我哋細胞嘅能量工廠，負責將食落肚嘅食物轉化成身體用得到嘅能量。千祈唔好睇小呢個細細嘅結構，90%現代慢性病根源都係粒線體受損。呢句說話聽落好誇張，但背後有幾百篇學術論文撐場。三高、四高呢類講到爛嘅慢性病，實實在在係粒線體出咗問題。連以前以為係基因搞鬼嘅癌症，而家都證實咗係代謝疾病。粒線體失衡先係最根本嘅原因。就連哈佛、史丹福嘅研究顯示，精神分裂呢類棘手嘅精神疾病，原來都係粒線體搞嘅鬼。點解粒線體一壞，成個人身體都會出問題？例如粒線體就好似汽車引擎，燒葡萄糖產生能量嘅時候，會排出廢氣、自由基。但係我哋現代人嘅飲食結構，簡直係同引擎過唔去，專登整失佢。考古學家發現，人類250萬年嘅演化史入邊，前249萬年都係靠狩獵採集為生，要食肉，配菜就係野菜野果。但近1萬年進入農耕時代之後，澱粉類食物越食越多，尤其係近20-30年，首要飲品、精製加工零食、精緻碳水。呢啲精緻碳水入咗體內，就會變成葡萄糖，逼住粒線體不停燒，產生出大量自由基。呢個情況就好似引擎排氣管塞咗，廢氣全部漏入車廂入邊。粒線體被自由基反覆攻擊，慢慢就失效，細胞冇咗能量，慢性病、癌症、精神疾病自然就接二連三。就講癌症問題，以前主流醫學都話係基因突變導致，但一個顛覆性實驗係將癌細胞嘅遺傳基因注入正常細胞嘅細胞核，結果正常細胞冇變癌，因為正常細胞嘅粒線體得修復壞咗嘅遺傳基因，反過嚟，將正常細胞嘅遺傳基因放入癌細胞嘅細胞質，個細胞一樣變癌。呢個結果表示粒線體先至係決定細胞會唔會癌變嘅關鍵，基因突變只係後續引發嘅問題。再講返精神疾病，呢個真係醫學界嘅大問題。以前淨係可以用藥控制症狀，仲會帶嚟肥胖等副作用。哈佛、史丹福喺2022年發表嘅研究，透過調整粒線體功能，重度精神分裂患者嘅症狀居然完全消失咗。咁到底點樣先可以保護好我哋嘅粒線體？陳醫師分享咗幾個實用方法，每一個都簡單易做。第一招，調整飲食同粒線體轉燃料。其實粒線體有2套功能系統，平時燒葡萄糖，冇葡萄糖嘅時候，就會燒我哋體內儲存嘅脂肪，產生酮體嚟功能。低碳飲食、生酮飲食嘅核心就係減少精緻碳水攝取，逼粒線體轉去燒酮體。咁做唔單止可以減少自由基對粒線嘅傷害，酮體仲可以促進粒線體更新，舊嘅粒線體壞咗，新嘅就會補上。尤其係大腦海馬體、邊緣系統呢啲精神疾病嘅重災區，只要粒線體恢復產能，幻覺、情緒不穩呢類問題自然會好轉。第二招，科學運動，增強粒線體生產力。運動對粒線體嘅好處真係超出你想象，唔同運動有唔同功效區間。而訓練可以提升粒線體效率，高強度間歇訓練就可以增加粒線體數量區間。而訓練聽落好專業，其實只係低強度運動，運動嘅時候唔會積乳酸，舒服到可以堅持半個鐘以上。比如行快啲、慢跑，美國好多職業運動員80%訓練時間都用喺呢度，因為粒線體效率提升咗，比賽嘅時候先可以突破自己嘅紀錄。當然啦，最好嘅運動永遠係你中意又可以堅持落去嘅運動。第三招，補充營養素，修復粒線體。隨住年紀增長，
體內保護粒線體嘅營養素會越嚟越少，呢個都係點解中老年人容易有慢性病嘅原因。呢個時候揀啱營養補充品就好有用。第4招生活小細節，俾翻粒線體充電。最後分享一個超簡單嘅方法，接地。我哋嘅細胞膜有電位，夜晚瞓覺嘅時候，粒線體會用2成能量去維持呢個電位。接地其實係等身體接觸到可以導電嘅地面，比如濕潤嘅草地、水泥地、濕泥、瓷磚、木板乾嘅時候唔導電，但濕咗之後都得。千祈唔好睇小呢個動作，對粒線體嘅修復幫助大到你估唔到。以前我哋對慢性病、精神疾病嘅治療，淨係控制症狀嘅階段，用藥壓住唔舒服嘅感覺，卻忽略咗最根本嘅原因。而今日陳博士帶嚟嘅粒線體健康概念，等我哋見到逆轉疾病嘅可能，從飲食、運動、營養、生活習慣入手，護好我哋細胞嘅能量工廠，或者好多醫唔好嘅病，其實都有痊癒嘅希望。今集就分享到呢度。如果你覺得今集嘅內容幫到你嘅話，多謝你收睇。我係亨利陳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